最近如果你行過旺角、銅鑼灣或者尖沙咀，有冇發覺條街好似冷清咗好多？尤其係以前行兩步就有一間蟹日式放題店，好似突然之間集體蒸發咗啖。你冇聽錯，亦都唔係你蟹暈角。香港餐飲業而家正正經歷緊一場前所未有蟹大地震。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好震撼，甚至令到同行心驚膽顫蟹消息。喺短短蟹7個月入面，全港竟然有足夠7間大型日式放題店接二連三膽宣布結業。7個月執7間，平均1個月就冧1間。呢個數據絕對唔係乜普通蟹市場調整，而係一場赤頭赤尾蟹結業風暴。諗翻起幾年前，大家仲係幾百蚊一位，排晒長龍，要一早打電話訂咗去食刺身、燒肉、任食。當時班老闆賺到笑逐言開，開完一間又一間。點知去到2026年海今日，呢班曾經海餐飲巨頭，居然一個跟住一個排隊入棺材。究竟背後發生咗咩事？係香港人唔再中意食放題，定係背後有更大蟹幕後黑手推佢哋去死路？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針見血膽拆解呢場喺天價租金同埋北上消費夾擊之下，香港放題點蟹餐飲生存死局。首先我哋要認清一個現實，呢場風暴蟹倒火線，表面上好似係因為經濟唔好，市民消費意欲低下，但實際上真正一刀封喉蟹係香港嗰個基層，離譜直情係吸血鬼一樣蟹天價租金。大家心知肚明，喺香港做飲食，你唔係幫自己打工，你其實係幫個地主、幫個大業主打工。一間開喺核心地段，動輒幾千例，甚至過萬例海放題店，你估下每個月租金要幾多錢？月下都幾十萬，甚至過百萬港幣。你上下一個月100萬租金，一年就係1200萬。呢個仲未計人工、食材、水電煤氣同埋源源不絕蟹宣傳費。喺以前市道好蟹時候，2010幾年或者2020幾年頭，香港人消費力強，一放工就出街撻食，每到夜晚7點8點，全場爆滿，一晚做2輪甚至3輪生意，一客收你300幾400蚊，每個月有成幾百萬營業額，扣除天價租金，老闆確實仲有得賺，甚至可以賺到盤滿缽滿。但係今時唔同往日，而家海香港市道差到乜地步？大家有目共睹。最致命海係香港人海消費模式出現咗一個歷史性海大轉變，就係集體北上深圳消費。每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甚至平日夜晚，羅湖、落馬洲、深圳灣口岸都逼到水泄唔通，10萬、20萬，甚至30萬香港人湧上深圳。人哋深圳有咩？一樣有日式放題，一樣有飲食刺身。重點係乜嘢？人哋收蟹係人民幣，價錢可能只係香港蟹1/3，甚至1/4，100幾十蚊人民幣已經可以喺深圳食到當堂放蛇，服務好到好似當你係皇帝膽蟹嘢食。當所有高消費力蟹香港人都選擇上去深圳，或者選擇放假飛去日本、去台灣旅行蟹時候，留喺香港本地消費蟹人自然就大幅度減少。你上下以前一間放題店一晚可以坐滿2次，而家可能連5成入座率都冇。當然一急煲跌咗5成6成，但係你個租金呢？對唔住，大業主係唔會同你講感情海，租約簽咗幾年，每個月50萬就係50萬，100萬就係100萬，一毫子都冇得少。呢個就係最殘酷蟹現實。你開門營業，一日未賣出第一件壽司，你一擘大眼就已經爭緊業主幾萬蚊租。當你每個月睇營業額連交租都唔夠蟹時候，你仲要出糧逼大廚、二廚、樓面洗還阿姐，仲要俾錢供應商去入貨。你話呢個局點樣破？根本就係一個死局。好多人會話，咁啲老闆唔可以轉型乜？或者減價大傾銷，搞下缺頭吸客咯。但係大家要明白，放題呢個模式穩住生就係一場數目之蟹遊戲，好講求規模效應。放題店之所以能夠用幾百蚊蟹價錢提供無限量供應蟹刺身、海鮮、可牛，原因係因為佢哋真貨量大。當佢哋一次過同供應商入幾百公斤三文魚、幾十箱海膽海時候，個批發價可以拉到好低。但係當食客點少，真貨量被逼縮減海時候，你海食池成本就會即刻飆升。如果為咗慳成本去用一啲劣質唔新鮮蟹食材，食客一食就食得出。而家網絡資訊咁發達，去各大討論區、OpenRice 或者炒高平台寫個負評，話呢間嘢啲刺身有腥味，啲牛好似拆膠膽，你間鋪基本上就即刻還原。所以老闆揾陷入咗一個兩難局面，一係繼續用高成本維持食物質素，然後每個月眼擺擺睇住自己殺幾十萬；一係就降低質素，結果換嚟名譽掃地，客源流失得仲快。喺呢個進退兩難蟹情況下，好多老闆定咗3-4個月，燒光咗幾百萬儲水之後，唯一可以做蟹選擇就係忍痛清盤，宣布結業，起碼可以止蝕離場。喺呢短短蟹7個月入面，我哋睇到執笠蟹7間放題店，好多都係喺香港開咗好多年，極具知名度蟹佬字號，甚至係某連鎖健團蟹主力品牌。
呢店鋪見證過香港產業業最輝煌喺黃金時代，可能喺2018年或者2019年喺時候，佢哋一到大時大節，全場爆滿到要分幾輪時間整合，門口條隊長都排到出彌敦道。當時邊個會估到，短短幾年之後，呢啲曾經蟹金蛋會變成今日唯恐避之不及負資產？有人或者會問，點解業主咁猛勁，寧願擺喺度養桌，有得間鋪空置，都唔肯減租同班餐飲老闆共度時間？呢個就涉及到香港地產市場一個好深層次喺遊戲規則。對於好多大發展商或者大業主嚟講，佢哋層樓個商鋪喺高指係直接同個租金掛鈎係。如果佢哋貿然減租3成、5成去留住間放題店，雖然短期內有租收，但係個商鋪喺物業資產價值就會即刻大跌。對於呢班大財團嚟講，物業貶值幾億甚至幾十億港幣，比起你每個月交嗰幾十萬租嚴重得太多。所以佢哋寧願由得間鋪頭吉咗佢，空置喺度，假裝個市值租金仲喺度，都絕對唔肯輕易降價。呢種自私、拮抗蟹地產霸權邏輯，就膽將一間又一間充滿人情味、養活咗無數家庭蟹餐飲小店同埋大連鎖店，活生生膽推入去萬劫不復蟹心園。除咗天價租金同埋北上消費之外，另一個不容忽視蟹致命傷，就係香港本地人口結構喺改變。呢幾年，香港出現咗好明顯海移民潮，走海大部分係咩人？大部分係20幾歲到40幾歲，有一定經濟能力，最中意出街食飯同埋同朋友聚會，海中產階級年輕一族。呢一班人正正就係以前日式放題店最核心、消費力最長海捧場客。當呢一班消費主力軍大量流失，留低落嚟海，一係就係年紀比較大，飲食偏向清淡，唔會亦都食唔落幾百蚊飲食放題海長者；一係就係消費力相對冇咁高海基層市民。核心客群喺消失，對於講求高流轉、高消費喺放題店嚟講，無疑係雪上加霜。你想下，以前一到禮拜五夜晚，成班後生仔女、打工仔10幾人一齊去放題店大排檔食啖瘋狂叫嘢食、飲啤酒、大聲講大聲笑，呢種景象而家喺香港仲見到幾多？而家好多時入到去，成個場冷冷清清，得返幾啖客，仲要安安整整啖，連氣氛都變埋，更加唔好睇。今年香港蟹人手短缺問題已經到咗病入膏肓喺地步。做餐飲業，工時長，壓力大，工作辛苦。而家好多後生仔寧願去送外賣、做 freelance， 都唔肯入廚房或者做樓面。放題店因為要處理大量蟹落單、送單、收碟，對人手蟹需求比起普通餐廳高好多。喺請唔到人蟹情況下，老細只能夠出更高蟹人工去搶人。一個洗碗阿姐，而家月薪分分鐘要2萬幾港幣。一個熟手蟹樓面或者廚房師傅，人工更加高到嚇人。人手成本不斷上漲，但係服務質素卻因為人手不足而跌落谷底。相信大家都試過去食放題蟹時候，落咗單等咗半個鐘都未嚟，或者叫10碟刺身最後得3碟。呢啲漏單現象其實好多時唔係餐廳故意，而係班員工根本做到只9啖做唔切。但係對於消費者嚟講，我俾咗幾百蚊嚟食飯，你要我受呢啲氣，我下次仲會唔會嚟？答案顯而易見，於是一個惡性循環就形成咗：租金貴、客源少、生意差、人手缺、服務跌、客再少。呢個惡性循環就如同一把無形喺狗索，越勒越緊，直到將呢啲放題店活生生吊死。呢7個月入面執笠派7間店鋪，只係呢場大風暴入面喺冰山一角。面對呢個餐飲生存死局，好多仲頂緊、掙扎緊蟹痛紅，都喺度諗緊條生路。有人開始放棄大鋪，轉開細鋪，希望將租金壓力減到最低。有人就放棄飲食呢個概念，轉做精製高質素蟹單點日本菜，行高端路線，希望吸引返剩餘落嚟蟹高消費客群。亦都有人索性將重心移師去內地。既然香港人中意上去消費，咁不如直接上去深圳、廣州開鋪，利用內地相對便宜蟹租金同埋充足蟹人力資源，去重新建立自己蟹餐飲王國。但係無論如何，香港昔日嗰種遍地放題，成條街都係飲食蟹輝煌時代，恐怕已經一去不復返。呢場7個月執7間蟹放題店結業風暴，正正係為香港整個餐飲業，甚至係香港整體經濟轉型，敲響咗一記沉重蟹警鐘。如果天價租金蟹問題一日唔解決，如果香港本地蟹餐飲業拿唔出更具吸引力、更有競爭力蟹全新模式，但今日倒下蟹係放題店，邊個能保證聽日倒下蟹唔會係茶餐廳、火鍋店或者係其他各行各業？喺呢個充滿挑戰、變幻莫測蟹大時代入面，適者生存從來都係不二法門。對於我哋呢班普通市民嚟講，睇住一間間充滿集體回憶蟹鋪頭結業，固然感到無奈同可惜，但對於成個香港餐飲業嚟講，呢一場死局或者亦都係一場迫在眉睫，不得不經歷蟹會火重生。今日蟹分享就到呢度，大家對於香港咁多放題店結業又有啲咩睇法？你哋而家仲會唔會留喺香港食放題？
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一齊討論下。